义关春节油厂8批烤地油验出苯便比超标，业者已经停业配合调查，嘛宣布会使退货。中华秀团3号护理之家若像标出脑肉病毒感染，13个人吐甲流，业者处理方式消极，引起批评。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国内有8批烤地油验出苯便比超标，拢是为嘉义原春节油厂来的。目前业者已经停业配合调查，而且嘛宣布为去年12月份到今年7月份的产品，无论敢是有开过，拢会使退货。专家讲，烤地油伫咧蒸馏的过程当中，温度是无甲100度，敢是烘打的过程产生苯便比，还阁爱厘清。国内即马有几多款烤地油验出苯便比超标，拢是嘉义的原春节油厂制作。卫生部长赵壮良讲，来源有可能是中国的烤地纸。原春节油厂发声明，讲因其中一款台湾烤地油的原料烤地纸是甲在地农民买，而且有进货单。另外3款烤地油的原料是为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因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专家讲，原春代工是用间接加热的方式，温度控制伫95度以下制定，无啥可能产生苯便比。检查原料是毋是有烘过。直火烘干，就是说直接燃烧产生的那个热气，直接喷到这个油脂身上，这个是目前学界跟实务界发现最容易造成苯便比的主要原因。检调查出大唐伫咧5月就通报中联油品苯便比超过标准，大家就想讲大唐的产品是毋是也有受到影响？大唐发声明讲，有问题的原料无炸断去，因也毋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的通报义务人，甲南桥即寡厂商的情形无同。大唐今年已经检验32件原料加大豆沙拉油产品拢合格。那么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涉案的中联厂长陈明经昨夜和大量电器改裁定，收下禁见。在野立委批评中联油脂参加食药署7月初4的专家会议代表，就包括陈明经，质疑伊参加这场会议是不是有内情？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审？相关说法将业者列席说明混为参与专家决策，与事实不符。外界所称政府护航业者或存在所谓门审情势，绝非事实。食药署已主动将当日会议记录、相关影音及文件资料全数函送检调机关。食药署讲，中联公司的人伫咧7月初4列席的时阵，也无互司法机关羁押，而且中联公司代表只个人负责说明案情，并无参加专家讨论甲任何行政决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华秀团3号护理之家，若像标出脑肉病毒群组感染，目前有11个员工甲2个产妇吐甲流。因为爱规个清空消毒，住伫内底妈妈甲婴仔拢爱换所在。有的囡仔安排去病院隔离观察，有的家长是真不满，讲这费用甲后续的处理拢无讲清楚，批评这间3号护理之家处理代志伤过消极。妈妈看。早拄出世2礼拜的红婴仔刷真侪届老舍，互人转送交予病房留院观察。中学有家长不满，因为产后护理之家好亲像出现规定感染，透暝通知要大摒扫消毒，互因产后的规划拢乱去。护理长直接跟我说，是他们里面的护理师就是有拉肚子跟吐，很担心啊，所以就我也不敢带小孩子回来啊，就马上去他们对面的秀传做观察。陈先生讲，囡仔伫顶个月17出世，一定要带3礼拜，逐工爱开8,000四。不过伫顶个月31接到病院通知，爱所有产妇甲红婴仔拢撤离，甚至还有部分红婴仔甲产妇爱去病院隔离观察。不过，甲单退费，也有产生的医疗费用安怎处理，拢无通知，互因确实毋知安怎做。中华县卫生局有接到通报了后去做疫调，经过初步研判是诺罗病毒感染的。在7月31日接获产后护理之家通报腹泻群聚，有症状的共有13位，分别为员工11位、产妇2位，初步研判为诺罗病毒感染。护理之家以声明表示，无公开相关人员就医细节以外，拢有主动通报卫生局，并完全配合卫生局指示。若有后续疫情资讯，以卫生局发布为准。
消毒作业会依照标准来执行。那这间产后护理之家伫中华海线，网络评价是5粒星，演过的产妇拢互因正面的评价。毋过民间团体认为，妈妈甲红婴的安全虽然第一，发生危机的时阵，袂当干那顾管控，嘛应该爱有爱做的配套。然后这个 SOP 不是只是如何控制感染，它应该涵盖了是如何安置跟后送我们的产家，尤其是这一群人住进来月子中心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最脆弱的。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嘛表示，机构应该做到资讯透明，也甲及时沟通，提供完善的配套。那家长伫咧竞选后护理之家的时阵，签约进前爱确认相关的监控甲应变，还佫有退费的相关规定。记者采访报道。咱国汉光42号的演习就要起过，台南的步兵137旅摕到美国的 M4A1 卡宾枪，专家讲这会当协助国军来提升战力。也那中国海警进前讲，要伫咧台湾东边的海峡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安尼是迫害稳定，而且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施压，莫伫遐咧起无空。它跟动可以大同小异。配合汉光42号演习，国军第4作战区随意伫台南实施14天的步兵第137旅全旅动员教调，每一人拢配美元的 M4A1 步枪。进前这个呢，伫咧海军陆战队有看过，进前后备部队拢是用 T65K2 加 T91步枪。它的精准度是相当不错，但是它积碳或者是的问题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说那个部队在使用的时候，它会需要比较经常的去清洁，它是等于说是军援台湾。那这个用意在哪里？这用意在于说，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生产新式的 T112步枪，宪兵已经换发，那陆军也正在换发，有可能在紧急补强战力上面可以立刻使用来那个军援取得的美军步枪去配备给这些还没有优先拨补到新型步枪的单位。军事专家柯迪上讲，配 M4 卡宾枪，除了会当降低国内军工生产的压力，性能差不多的美元步枪，会使让国军较紧建立战力。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搁伫咧立法院也未通过，行政院颁布的国防预算本来按算计占 GDP 3.32%，不过经济表现和 GDP 向上修正，预算搁被删减，所以竟然无到3%，学者担心会让人认为台湾无防卫的决心，和咱的国际信用变卖。特别的是，当每个国家国防预算都提升到 GDP 3%，那波兰甚至接近5%，德国也大幅的增加国防预算。英国提出他们的这个类似特别预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可能要强化跟社会的沟通，还有国会的沟通，争取支持。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版本有可能伫这个月决定，要拼国防预算占 GDP 3%的目标。学者苏志芬讲，提高国防预算除了增加国防实力，也让让军用技术转移到商业市场。尤其面对强军的威胁，中国海警最近又国讲要伫咧台湾东部的海峡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安尼先做是破坏稳定，叫北京停止对台施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根据咱国防部上新的台海周边动态，初一早起6点到初二，侦测8台强舰、2台公务船、5台次强机，其中3台次也搁飞过海峡中线。国军强调会继续严密监控，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有一间餐厅，昨昏暗时发生爆炸，至少有3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罗西亚国家反恐协会讲，是一个查某人炸弹撞去餐厅。外国媒体引用罗西亚工商日报的报道讲，这粒炸弹可能是伫咧真远的所在引爆的，而且攻击的目标是坐伫咧餐厅外口的人客。这间伫莫斯科市中心库德林斯卡亚广场的意大利餐厅，迄当阵是包场伫咧办私人活动。暗时8点左右，一个炸着不离的查某人想要入去餐厅，不过伫门口互保全挡来。无想到讲，这个时阵伊身躯顶的装置煞爆炸，造成这个查某人、保全甲一个餐厅的人客当场死亡，真侪人受伤。警察甲武装安全部队追加规个广场封锁。本来要伫附近办的活动全部拢取消。
就连地铁出入口也被关起来。路社当局也无公布伤亡者的名，也无讲因认为的涉案人士的身份。代志发生迄当阵，伫餐厅办私人活动的人客名单也无公布。英国《卫报》甲半岛电视台几多间外国媒体因此路社《工商日报》的报道，这粒炸弹有可能是远端引爆，目标是偌济围区的人客。原来这个炸弹的查某人可能唔知影身躯顶迄个是炸弹。这件发生伫咧莫斯科市中心的爆炸案，看起来敢若是独立事件。因讲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4年来，莫斯科甲附近地区发生真侪刺杀甲谋杀未遂的事件。莫斯科指控基辅爱对这款攻击事件负责。今年初，罗西亚联邦安全局也捌警告，会加强保护高级军事官员。罗西亚这礼拜对基辅发动2遍大规模的攻击，而且继续对敖德萨等地发动飞弹的攻击。乌克兰方面也无咧软，3台无人机攻击巴什克尔托斯坦的3座炼油厂，并且伫乌海加一台罗西亚的货轮拍沉。另外，罗西亚占领的克里米亚电力设施也被毁害，当地民生运作规拢停落来。民众就要靠地方政府发的食物来过日子。因为美国即马是也无放弃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所落来几礼拜，美国会继续努力重新启动罗西亚甲乌克兰谈判。美国特使魏科夫甲库许纳8月底会过去基辅访问。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镜头转来咱国内，嘉南有一间国中有学生收到无签名恐吓的电子批，学校已经完成校案的通报。警方调查了后，确定这张批是共这间学校的一个学生寄的，目前已经照恐吓等罪嫌来上班。也那少年法庭是把这个涉案的学生交予家长带回去管教。虽然这件事后来，也毋过贵人一间国中竟发生一个学生收到藏名的恐吓电子邮件事件，伊惊到甲爸母甲学校讲，学校接到报案了后，完成这校案通报，警方也介入调查。这个事件贵人市府也真重视。提供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所有的资讯，包括说网络端然后学校端对于破案有帮助的讯息，我们都全部提供警方调查发批的网络地址，确认假批人是共校学生，加涉案人调查到案，依照恐吓者的罪嫌来救办，少年法庭甲伊交付家长管教。我们当然就是用反追嘛，来做一个处理。恐吓的部分呢，少年事件处理法的部分，我们来请我们基隆地院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案件发生了后，学校赶紧处理，提供老师甲学生心理的辅导，并且加强法治教育宣导。专家分析，儿童少年涉案的人，会因为好耍，也佫唔知影这个法律散布恐吓的信息，触犯刑法恐吓罪甲少数法。在学校里面的一些讲座，会发现同学们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开玩笑、恶作剧，但这不只是没事啦。除了刑事的责任之外，家长通常会被要求损害赔偿。应该要建立更友善的申诉机制、对话及心理支持等机制，让学生在感受到不公平或委屈时，有正当且有效的表达管道。儿童少年团体呼吁讲，学校应该把这个所谓公民教育，也有法律的知识，放入去日常的教育内底，让青少年伫情绪的冲突内底，用安全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因的不满，而不是讲经由伤害别人，也是危害学校安全来出气。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正调查的所在，因为风景水，会成袂少游客去遐行踏。不过，却现在传出有游客骑电动辅助车，无细字纸摔落残忍，甲丢啊地歹了了。农民却是找无人通好讨赔。虽然农民会当甲乡公所申请津贴，不过有的农民是共租土地种植，申请的程序真复杂，所以希望会当直接叫游客来赔偿。初一下昼，地上景观调查区又搁传讲有电力辅助四轮车摔喺田内面的意外，游客也搁真欢喜伫咧翕相。不过田内底立即调做的调灾拢互车底歹，因为大部分的农民一早起是做煞了后就转去，所以车摔落去的时阵，农民无伫咧现场，游客来来去去，也毋知是摔人摔落去，找无人赔。就是倒霉了。是找出凶手了，是公所看有没有负责啦，有负责就是赔一点啦，不然就是看车行啦。地上乡公所讲，109年办制定地上乡地景津贴制作自治条例，用来补助因为游客骑车损害农作物的农民，每一遍1000块的津贴，一年会当申请4遍，不过案件无多，农民可能较无了解。第一个时间可以向公所先求偿。
那公所依照这样的做完补偿，然后会向业者来申请代位求偿。有业者讲，尽管稻产区一年差不多有50件车卸个田的意外，因过有一寡农民地是甲人租的，要甲公所申请补偿时阵，也该找地主提供资料，程序真复杂。农民希望是毋是咱有更加方便的方法，直接找卸地机田来对游客请因负责任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透早天也未光，合欢山母岭道叶良镇，真侪车违规停伫咧路边，造成大塞车，去互警察开罚单。因为母岭遮是属于暗空公园的范围，车的电火伤光会造成光害，所以有民团都呼吁游客都要发挥公德心，减少光害。时间是初二透早3、4点钟下虽然天也未光，南投合欢山的母岭已经有真侪车，边仔的母岭停车场早就停满满，母岭停也有停车场是光影影，也人声吵甲敢若像夜市共款，车无都停去停车场的，几乎路边四界乱停，塞车塞甲真严重。那开临停了，开单在停在那里。警察赶紧到现场来扫毒，也来日时了后，车搁较侪。大14架线合欢山母岭到水泉宫的路段，伫休热时阵有真侪少年人烧酒赛车骑车来母岭，不过又发生交通乱象。真侪赛车的人为着方便，就伫真话山路两边违停，造成双向的这车骑条咧拢袂顶袂当，是塞甲真厉害。并针对违规车辆依法取缔，共举发18件违规。本分局呼吁山区道路狭窄，若任意停车，容易造成会车困难及交通拥塞。由合欢山母岭路段是台湾公路上悬的所在，真侪暗时看天星甲看日出热门的所在。因过这所在属有国际认证的合欢山暗空公园范围，真侪车来到这所产生的车顶甲民众的照明设备，也引发这个光害问题。国内还没有光害防治相关的管制的法令，我们只能说用这一边的一个管理自治条例，就是让车灯尽量在停好车之后呢，尽量赶快关灯，这样的方式来做管控。老既然讲母岭人车来到这已经是休热时阵必然的现象，虽然影响时间是无真长，不过也是对空气品质甲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也破坏这个关天气的品质。对着行车安全，一定爱开的车顶法令上无都直接强制限制，也是来处罚。推动暗空公园的民团呼吁，应该合理使用灯光来共同维护这个真无简单得得到的国际暗空公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亚洲上大只游览船鹰耀号，中日伫半中途有旅客向身体无爽快，情形是真紧急。船顶的医疗团队先做初步的处理，了后请直升机把旅客载去病院。业者分析，伫船顶若拄到有生命危险紧急的个案，会判断讲看是要挖港，或者是请直升机赶紧送病院。直升机出动，对游轮顶边甲患者吊救起来，紧转送陆地的病院。船公司证实，伫7月29 MSC 鹰耀号航行中途发生一个医疗紧急状况，医疗团队赶紧先救治。这船长也有船顶的医疗团队综合评估海上环境甲病情了后，启动海上医疗专运的安排。天候跟距离的允许下面，才会有动到直升机的可能。否则一般就是船长可能当下就会决定说，那我们就停靠在最近的港口。业者讲，游轮顶面拢有医务室，主要是处理胃肠无爽快、外伤者急症，拢有医师甲护理师，会使执行基本的抽血甲照电工。天空喙也有吊大重的，因过无法处理，心肌太加严重的中风。今年3月，空军总队接到通报，花莲外海马里塔籍游轮顶面一个台籍游客急性中风，需要送病院。成功甲病人调送到上山机场送病院。专家提示讲，重大伤病游轮顶面拢会使紧急处理，咱若发生的费用需要家己付。出发进前要确保投保保险是否包含相关的赔偿。游轮消费权益也真受到注意。2024年，9时10号游轮由贵人来出发，原先有加到沖縄湾、加石环岛，不过因为风台影响，业者3摆变更行程。航警局进前公告，游轮船票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使记载事项，加强自行公布退费甲赔偿制度。这个消费契约的内容来去跟这个旅行商或者是这个邮轮商来做一些我们讲产品的交换。那当然，这个定型化契约绝对是保障消费者的。
学者分析，疫情了后，台湾邮轮市场是愈来愈回升。就亚洲邮轮市场总服务人次，台湾是排伫中国甲新加坡后壁第3名。政府也需要伫产业发展甲旅客权益中间做好，才法度吸引更加多邮轮来台湾，创造业者甲旅客双方面拢好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啉手抄茶，一年会当啉1外杯。这泡茶茶米有7成是为南投民间来的。清北溪寿天宫的上帝爷公伫咧遮陪伴来开垦甲种茶的农民，而且在地人嘛会去甲上帝爷公求平安茶来啉。稍等的7点半，台湾技术铺要带大家做伙来看民间这200-300年来茶米产业的故事。农村武壮青年伫1礼拜6下晡来到清北溪办演唱会，请真侪歌迷来南投民间乡听歌，顺便拜拜兼啉茶。今仔日有人去参加迄个茶文化的迄个导览无？阿达拉邀请大家去参观民间茶乡的茶米博物馆，了解民间茶米产业的重要性。台湾人一当啉上1杯的手抄茶，其中有70%是为民间来的。你看，台湾靠卖饮料赚1331亿。清北溪寿天宫服侍的先天上帝，200-300年来就伫遮陪伴来民间种茶伫遮徛起的众人。伫寿天宫好评的壁顶有一个神秘的茶馆啊。看讲老人有需要来求转去食平安。若要爱平安茶，就要去甲上帝公拜拜，求3个圣杯。这礼拜6下晡，无人吵吵闹闹、悠悠乐乐，农村武壮青年用歌声邀请大家来了解民间茶米产业的重要性，佮有伊代表的历史意义。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写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26度至33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